消息，咱做回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欧洲的行程，伊嘛有去梵蒂冈甲教宗方济各见面，嘛有去会见意大利的总统甲总理，争取到军事援助。泽伦斯基讲，这抓是带乌克兰走向胜利真重要的访问行程，而且泽伦斯基嘛已经有去柏林，这是从开战以来头一届去访问德国。 乌头车驶到梵蒂冈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落车，甲红旗主教握手，尾就见到天主教教宗方济各。这是2020年俄战争发生以来，两个人几多遍通电话了第一遍见面。泽伦斯基13访问意大利，甲意大利的总统马达雷拉一个总理梅诺尼见面。意大利政府再一遍承诺会支援乌克兰，包括军事、经济、领导甲中建的援助。 Sono lieto di incontrarla nuovamente dopo il nostro incontro di oltre 3 anni addietro, anche se in questa condizione ben diversa che voi state affrontando e noi siamo pienamente al vostro fianco. Benvenuto Presidente. Verso l'Ucraina per tutto il tempo che sarà necessario e oltre. La nostra nazione continuerà a fornire assistenza sia a livello bilaterale che multilaterale, continueremo ad assicurare. 泽伦斯基除了感谢意大利的支持，也讲这是乌克兰迈向胜利的重要访问。要伊去梵蒂冈会见教宗方济各，甲教宗谈40分钟，又送一领乌克兰士兵轻轨，要伫顶头为圣母像的红蛋架和方济各。教宗是会送象征和平的青铜雕塑。 方济各伫俄战争开始了，就几多遍讲愿意做双方的中人，希望恢复和平。然后尾就开始谴责俄国的侵略行为，并且把这款行动甲苏联把对乌克兰犯的严重罪行提做回讲，对乌克兰儿童和俄国带走，也讲会尽全力协助乌克兰的囡仔登记厝的。就伫俄战争尾半15个月的时阵，13国传出俄军的运输直升机甲苏凯34、35战机，总共4台。 伫咧瓦郡乌克兰的布良斯克州，敢若是互友军无顺利射到入室内。不过俄国的官方暂时也无做回应。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辑。